第2篇八典送，考家用。古早，咱台湾的水田，拢着天公伯落的雨水来行长。咱的话号做看天田。后来有做一寡人工的水圳，才有较稳定的水源，通互田园来落水。可比讲清朝的三大圳：刘公圳、八宝圳、甲泽公圳，还佫有日本时代的桃园大圳、嘉南大圳。其中影响台湾上重要的水圳，就是为台南探到分林的嘉南大圳。嘉南大圳是日本的工程师八田武一所设计的，伊是台湾总督府土木部的技师。完成桃园大圳的工程了后，八田为着要解决台湾中南部欠水的问题，互做事人免遐艰苦坐挂来担水、车水，免阁烦恼无水通来饮田土。伊设计遍布嘉南平洋的嘉南大圳甲乌山头水库，因为为曾文溪所引的水量真有限，伊阁想出3年轮做法，轮流来种稻甘蔗甲番薯。八田所提出的这个计划，规模是桃园大圳的4倍大，工程预算伤过伤重。头起先，日本政府拢无人要相信这个无可能的任务。落尾，因为日本本土的米娘无够热，所抵官厅也同意这项工程的计划。经过10年的造作，这个是当时亚洲规模上大的水利设施，世界第3大的水库，总算顺利通水，开始运作。不过，也因为规模伤过头大，规个工程拢总有134个人员不幸来过身。太平洋战争的时，八田去互日本官厅派去南洋做开发工作。伫去菲律宾的半中途，伊所坐的船只受到美军的攻击，不幸煞来沉落去大海。八田过身了后，骨灰葬伫伊所设计的乌山头水库。1945年，二次大战结束的时，因牵手八田外大树，因为心闷红晒，9月初1煞伫乌山头水库跳水自杀。伊的遗书写讲：挂掉夫君，我愿意缀你去。伊跳水的这一日，也就是嘉南大圳伫1920年的开工日。过后，伊的骨灰也参因红晒合葬做伙。八田武一这位爱台湾的日本人，一心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奉献。台湾人也做一座铜像来感念这位嘉南大圳之父。踩伫乌山头水库伊的蒙牌头前，每年若到伊的忌日，水库会同齐放水来追悼这位八田送。